what I had missed. I found a girl, I kissed her and then, oh Lord, I kissed her again. Oh, kisses sweeter than wine. 一直穩定咗學蔡李佛，點解咧？最大嘅原因係因為唔使錢。希望多啲人識到自己，唔想自己有一日真係塵歸塵土歸土嘅時候，過咗20年冇人哇講起麥家豪邊個嚟㗎？即係唔可以名留千古，你希望遺臭萬年啊！以前最終嘅理想係開一間真係屬於自己嘅拳館，而間拳館係可以打返我師公個名出嚟嘅。Matt 7歲開始習武，學過好多門派，近幾年專心鑽研蔡李佛，仲兼職教功夫。我嘅理想係轉去做全職嘅武術教練，開間自己嘅拳館，教自己嘅武術，做自己中意做嘅嘢。係啦，17、18，係都記得。1年前 ，Matt 認識2個新朋友，提起佢打算開武館嘅大計，結果3個人一拍即合，決定立即夾錢租地方，籌備開業。同阿希同 Sam 嘅合作，我認為我而家近代最興狂嘅事嚟。點解咧？唔識佢哋噶嘛我，即係我識佢嘅時候，識咗2日，佢同我講要搞壇生意，我就話 OK 喎，嚟咗做啊喂！興狂係一種衝勁，係一種唔經思考嘅愚蠢。攞落。阿希係 Matt 嘅拍檔之一，同樣熱愛武術。年幾前，佢索性辭咗做物業管理份工，全職教功夫。佢好想將教功夫變成一門生意，認為只要將武館補習社化，將功夫師傅天王化，就可以製造更多揾錢機會。之後慢慢。我哋個會咧，其實就係屬於咩類型都有嘅，你可以話叫 agent 公司啦。我哋唔淨止可能教詠春拳，咁可能仲會有蔡李佛拳啊，即係螳螂拳啊嗰類型，即係中外嘅武術都會有咯。即係一直以嚟就係不斷揾緊好多嘅教練嚟同我哋叫合作。Hey baby, this is Fizzle Nizzle. Welcome. Watch my untimed soul. Samuel 一向做開媒體設計，完全唔識功夫。佢同 Matt、阿希夾份開武館，希望用自己嘅專長幫武館做宣傳揾新客。大部分人都知我可能做設計做廣告嗰邊嘅，同佢講話幫我搞有啲打波成嗰啲咁嘅，我覺得佢會幾得意咁，同朋友講都好笑嘅。起碼佢個朋友咁樣，佢哋都主要靠呢樣嘢嚟開飯咁樣啊嘛。咁我都想盡快搞掂，等佢哋即係起碼賺多啲錢咁樣。即係除咗令到佢哋收入一多嘅話，其實我正常都會多嘅。咁我都想令到自己收入多啲咁樣。即係衝場。 3個性格各異嘅年輕人，懷住唔同嘅目標走埋一齊，希望能夠喺半年之內成功開武館。歡迎乘搭迪士尼線。Welcome to the Disneyland Resort Line。Matt 喺主題公園做緊全職表演人員，一星期要返5日工。為咗保持穩定收入，佢唔敢貿然辭工，籌備開武館嘅事，唯有靠2個拍檔負責。係啦，其實最落力應該係蛙人嘅，因為我參與裏面應該我參與得最少嘅，咁但係係咯，呢份工幫我儲錢儲得快啲咯，儲咗錢之後就可以做自己想做嘅嘢啊，咁開武館啊，support 翻自己一間公司啊咁樣咯。迪士尼站，祝大家有奇妙嘅一天。迪士尼站，祝大家有奇妙的一天。Disneyland Resort Station。
想開武館，首先要揾到合適嘅地方。呢一日，阿希同 Samuel 跟地產經紀去工廠區揾租盤。五樓如果要拍要整啊，真係要10幾廿萬，好烏煙瘴氣，好難行。最少都要升晒啲鏟晒地下，又呢啲下又磚板搞。呢啲草人拆走咯，啲燈呢啲都要拆。一心諗住每人夾2萬蚊，只要租到地方就可以即刻開門做生意。點知大失預算。我預其實2-3萬，因為我其實裝修嗰啲我都略懂一二嘅，即係我相信自己搞就係冇咗個人工費，我自己買料就即係可以唔使呢個數咁多咯。租個單位嘅按金啊、credit card 嘢啊，連埋裝修，起碼都要20萬。花咗整整3個月揾地方，結果因為唔夠資金，始終租唔成，唯有退而求其次，暫時租住朋友嘅地方，每星期開一班，勉強做住生意。右手穿手，單腳，好。大家記得撲步係咩嚟㗎？轉腰出拳，係啦，收翻，記得轉腰打出嚟。由於起初冇周詳計劃，到實踐起嚟，先至發現創業原來並唔係想像中咁簡單。大家甚至開始互相埋怨。開頭嗰時咧，當我哋睇地方啦，大家都好似佢哋冇一個 budget 嘅限制咁樣，即係見到呢個地方好似幾好喎，但係呢個1萬，跟住隔離睇嗰個再好啲萬一，跟住睇萬一嗰個，跟住見到個再大啲、再好啲咁啊12000，我爭1000蚊唔緊要，跟住越加越多咁樣。再一次，你自己打一次。一個唔足1000尺嘅地方都要5000幾蚊嘅話，真係比較我哋呢啲咁小型嘅拳館啦，就比較難應付啦，負擔啲咯。我哋預咗其實大概係5萬至6萬蚊左右。而家暫時好遺憾都淨係得2-3萬，咁所以之後我哋譬如而家我哋開嘅班有一部分嘅錢，我哋係會開個戶口儲起佢啊，直到認為夠錢啦喺時候嘅時候，就會拎出嚟搞間拳館咯。李師傅教 Matt 打功夫10年，對於徒弟想開武館，佢一直都唔睇好。好難啊！呢啲啊，業餘性就容易啲啊，暫時未得住啊，即係個功力啊要你唔係李小龍咁威啊，即係慢慢攞啲功力先，教人教咁上下先，咁上下人你咪唔做咯。即係你叫我唔好咁樣搏。係啦，搏咗自己唔掂啦嚇。雖然俾師傅潑冷水，Matt 始終堅持自己嘅諗法。相信自己可以係例外。點解佢會覺得揾唔到食？你時代變緊㗎嘛。而家你一年可能有詠春、有葉問、有李小龍傳咁樣，小龍細細70歲冥壽咁樣，又大把起功夫喺度，咁啊會有人學咯。個發展係好睇個時代嘅配合。眼見開班2個月，學生人數始終冇乜增加。阿希於是慫恿 Matt 參加打擂台，希望靠攞到獎幫武館打響名堂。即係唔好話啲學生或者新嚟嘅同學仔有冇睇過你打呢場比賽，你擺隻杯喺度，即係只要唔係自己整出嚟嘅，即係人嘅話，咁講真，都一定會有公信力喺度嘅。即係我想係兩線咁嘅發展，我就負責商業化嗰樣嘢，咁而之後阿 Matt 就可以打到擂台，咁就大家都即係起碼都多條路行咯。輕狂啊！打擂台會死㗎，打擂台啊，格鬥比賽，目的係令到人哋受傷，令自己贏喎。係啊，其實呢樣嘢都係一個唔係輕狂，係瘋狂。提起打擂台，令 Matt 記起16歲嗰年參加黑市拳賽慘敗，幾乎冇命嘅經歷。00年嗰陣打過一個地下嘅港手比賽，
第2場就係同一個國內嘅，我記得係打8極拳嘅一個師傅啦。咁其實我上去嘅時候，我已經知佢輸緊嘅啦。我諗住揾個機會投降算嘅，唔好輸得咁樣衰啊！揾個機會投降啊！點解投降都講唔切，我中咗一下啦個位，好似打到有啲嘔血啊！係啊，即係因為個胃打中咗，有少少裂裂地，跟住就即刻休克啊、暈啊咁樣瞓埋一邊咁樣。雖然對打擂台猶有餘悸，但喺好勝嘅性格驅使之下 ，Matt 唯有硬住頭皮答應報名參加公開拳賽。有冇信心啊？一半一半啦，係咯。上到去而家有信心冇用啊，上到去另一回事嚟嘅。咁自己係咪真係好好打？我覺得唔係。最大問題係我受過傷，有好多嘢可能已經唔可以再咁出到力啊。但係你唔試過，可能自己成世都唔安樂㗎。有咩都係試嘅啫，咁後生乜嘢都要試，咁咪試下咯。喺臨時武館開班3個月，主動報名學功夫嘅人寥寥可數。負責做宣傳同業務推廣嘅 Samuel， 於是以做功課為名，揾咗母校一班讀設計嘅師弟妹，免費幫手度橋做宣傳，同時乘機游說佢哋報名學功夫，替武館衝撐場面。最好即係搞到全民運動啊！即係大家好似變現代補當代嗰啲咁樣啊，名師教拳啊，嗰啲梗係最好啦。但係要睇翻個情況係咪真係做到呢啲嘢啊？咁將每一日都有人上堂啊，咁爆晒，或者有唔同教練教唔同 course 咁樣，咁 keep 住人上堂啊，咁樣就都 OK 嘅。揾場地嗰度其實依然就係今日咁啊，生意興隆，即係咁。如果 keep 住咁就依然係 OK，即係我哋會密謀其實大約半年啦。其實可以早梗係早啦，但係都會咁上下時間到就一定會自己搬一個地方，因為我自己有一個地方時間彈性啲，我可以開好多班。因為而家暫時都係 keep 住1日咁樣。創業初期，大家都一腔熱誠。過咗幾個月，儲錢計劃始終冇實現，3個人各有解釋。其實最大問題係我哋學生嗰個比例唔平均。譬如我嘅學生少，佢學生多，唔通我要拆佢條數落嚟一齊分咩？咁樣對佢好似好唔公平。咁變咗而家各自揾住自己嗰筆先，跟住打後嘅可能你拳館真係成立咗啦，喺嗰一日開始嘅數就一齊 share。我同阿 Match 譬如即係大家嘅叫盈餘咧，即係自己都有 keep 起，但係就冇話即係開個戶口去擺埋。至於 Samuel， 本來答應幫武館做宣傳，但係往往因為分咗心去賺外快，力推廣功夫班嘅宣傳進度一拖再拖。因為平時工作都比較繁忙咁樣，其實有啲嘢都拖得比較耐。網頁你見到開咗不搞幾個月，而家先有啦咁樣，咁即係都拖咗都一段時間咁樣。可能我主要都係做嗰啲做完即刻個數俾錢我咁樣嗰啲，可能我做咗嗰啲先。啱開始啦，你起碼自己要覺悟呢樣嘢咯。你自己起碼要提醒自己，我真係做緊盤生意，唔係柴娃娃㗎。你覺得你接 freelance 嘅錢多過我做武館喎，咁你咪退出咯。平日各有各忙，3個人根本未曾認真計劃過點樣先至開得成武館。眼見生意一路冇乜起色，又唔想俾人笑佢哋只係得個講字，迫於無奈先至開會商量下一步點做。好似我聽講中心嗰啲開班咧，佢係要即係譬如你3月開班啦，你10月要同佢傾。係啊。因為其實一路有啲班都而家好似有幾個啦，真係咁做緊。咁你嗰幾個做得好，再同其他嗰啲中心啊，即係嗰啲咁樣傾翻，叫做暑假嗰啲。到時就暑假真係搏佢一鑊，
勁㗎咯。你如果你同佢教翻可能100-2蚊一個鐘頭咁樣，最好唔好收到最高嘅價錢，因為個錢係大概60至85蚊度呢個 range 度。暫時嚟講，我覺得仲維持。咁其實兩種工資可能有分別。相識幾日就決定一齊創業做生意，相處咗幾個月，先至發覺問題多多。不過大家都否認當日嘅決定太草率、太魯莽。輕過係一種唔理後果見一步下一步嘅行為咯，即係我依刻諗到，我下一刻就要去做，我係唔會有經過太多嘅思考。其實呢樣嘢我可以講少少，可能細個睇咗李小龍嘅戲或者佢嘅書啊或者自傳多，佢嘅傳奇咧，佢都係一個咁嘅人嚟嘅，佢要諗到就要去做。為咗增加吸引力，搞下噱頭，佢哋約咗一班少女模特兒替武館拍攝宣傳相，希望集中火力進攻年輕人市場。點樣將武館商業化呢？Samuel 寄望一班師弟妹嘅市場推廣計劃，可以幫佢哋殺出一條血路。咁呢啲係啲目標顧客嘅分析啦。其實都發現大部分嘅學員咧都係啲後生仔啦，同埋個教練其實都好年輕嘅。咁其實可以拓展呢個青少年嘅呢個市場呢個 market 啦。其他同學咧聽完之後會唔會特別有興趣想去玩下㗎？有冇人會係咁樣諗㗎？冇啊！你哋點解會對呢樣嘢冇興趣呢？即係咁多種運動，點解係都要玩功夫啫？我去游下水，屋企樓下有泳池啦，就游到啦。你要去拳館先打到，又有一段路程。即係成日要係咁不停操體能咁樣。咁對於女仔嚟講咧，我覺得我頂唔頂得順咧咁啦。即係冇人打劫過我啊嘛，所以我咪冇共鳴。色狼幾廿年都冇人鹹濕過我，即係在座有邊個真係俾色狼咁樣去鹹濕啊？即係香港唔會學武功嚟做咩啊？冇用，不如去游下水算啦。好似提子話齋。其實我嗰陣時就一路都係即係觀望態度啦，就唔係話潑佢冷水或者咩，因為個年青人即係好多時咧創業啊各樣嘅嘢咧都係3分鐘熱度嘅。佢成唔成功咧係好睇咧，佢點樣留住呢一班人同埋點樣建立嗰個網絡咯。我見佢而家通常都係朋友咁樣去楞咯，但係幾時會收到街外人咧？因為如果你唔去收街外人咧，你嗰門事業嘅發展咧又會好難嘅，因為你一定係要咁樣擴散出去嘅。如果係下咧就係靠其他嗰幾個朋友糖水滾糖魚，咁好快就會玩完㗎啦。明？起初以為收徒弟教功夫可以推廣武術、光復師門，但係 Matt 漸漸發覺新一代嘅後生仔女學功夫只係想趕時髦，而且好多人只係得3分鐘熱度。我開頭係年青係一個好好嘅市場嚟，因為點解咧？佢哋易落搭啊嘛，有2套戲一吹咁樣，佢哋全部真係學功夫。但係原來個流失量最大係佢哋年青人，佢哋領悟力係高，但係佢哋個反叛性係好大咯。同埋你見我一個咁後生叫佢教佢哋壓唔到場嘅，佢擰住面可能反而挑戰翻你轉頭，係。過咗大半年，開武館大計毫無進展。Matt 開始感到意興闌珊，決定趁機為多年嘅舊患做手術，放棄打擂台嘅念頭。醫生都建議我，如果作為一個運動員，我認為你應該要做呢個手術。咁所以決定的起心肝，就唞幾個月咁去做翻呢個手術。咁個手術就係將個教位用螺絲去釘翻實佢咯。咁係咯，個傷口好彩微創手術都比較細啲，一來佢未完全好翻晒，一啲動作都仲會有少少輕微咁嘅痛啦。加上之前唞咗咁耐，要一啲時間去再 train up 翻一啲技術啊咁樣，所以就今年就唔可以上呢個擂台。儲錢開武館，參加打擂台，網上宣傳招生，呢啲宏圖大計通通未曾兌現。檢討得失，大家歸咎純粹只係一場誤會。
之前因為咁嘅，因為我哋其實堅持要一個擂台，叫做擂台嘅嘢啦。咁你一個人拳館要一個擂台，咁自然你嘅地方要大咗。咁但係我哋3個係咪孭得起咁大個地方咧？我哋又孭唔起喎。半年前。係啊，一定要擂台㗎。我唔係一定要擂台嘅，其實講真。因為嗰時我一傾嘅時候，你係第一時間衝去睇擂台整嗰啲㗎嘛。係。唔係咁一定啦，嗰陣時咁大唔抵。而家大家講掂數唔要擂台啦，咁變咗一個地方個空間大咗，我哋用途變咗多咗，譬如可以租俾人排舞啊，租俾人練其他嘢啊咁樣。咁大家都覺得咁方法可行。預翻一個位嚟做一個叫做。單憑一股衝動，草率行事，結果功敗垂成。不過憑住年輕人唔服輸嘅性格，佢哋寧願繼續跌跌碰碰，希望終有一日闖出一條屬於自己嘅路。行第一條路，如果呢條路唔通嘅，咁我哋冇理由繼續夾硬行噶嘛。咁如果翻轉頭翻返原來嘅起點，咁咪行第二條路再去咯。開頭其實即係點解好似冇乜壓力咁咧？因為個場租嗰度唔係再同人 share 咁樣咧，我覺得呢個真係要解得好清楚。如果太過不顧後果咁去做咧，咁就真係確實係危險少少咯。即係都希望大家行呢條路，即係大家有理想嘅同時都叫做安全少少咯。個計劃仍然實行緊嘅，我哋咁輕狂嘅，希望越快越好啦。希望可以喺3個月內做到。最中意就係影相。靚模賣弄青春，推銷性感。我最殺食嘅 pose 係我嘅笑容。賺快錢之餘，又可以搏成名，但係要付出咩代價呢？邊人話靚模你唔中意都一定有㗎啦。兩個現役靚模分享真實體驗。年青人應該係咯，有夢想就要去努力。我未成年，下星期6晚8點，本港台。